大家好，我係 Cam 豬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我會繼續發放更多正能量，令到你哋每一位能夠開心快樂每一天。多謝。我會越來越好。網絡文章，你相信嗎？話俾自己知，我會越嚟越好。我越積極就越幸福，我越樂觀就越幸運。你嘅狀態越往上走，你嘅磁場就會好起嚟，運氣亦都會旺起嚟，福氣就會翻倍。所以請你堅信自己就是值得、配得、應得。呢個世界上美好嘅一切一定會越嚟越好，而且永冇副作用。睇過一段好通透嘅說話，人到中年前半生，我們用所謂的自由換來了柴米油鹽，把青春換成了孩子的成長。人生嘅下半場，冇必要去取悅任何人，懂得取捨進退。有啲事情看破不說破，微微一笑就過去。咁樣唔係認輸，而係一種風輕雲輕嘅修養。抬頭望天空，係對生活嘅態度；低頭思考當下，係對歲月嘅寬容。時間就好似離弦嘅箭，只知道向前，無法回頭。轉眼之間，半生已過，回首走過嘅路，有苦有甜，有委屈有爽朗，有辛酸有快樂。自由換咗柴米，青春換咗教訓。正所謂真是少年不經事，懂事已中年。喺無知嘅年齡裏邊做出選擇，最終喺懂事嘅年紀裏邊承擔咗後果。為咗瑣碎幾兩，每日奔波，不得自由。為咗生活，離唔開金錢嘅支撐，人情離唔開金錢嘅維繫。因為有咗父母嘅身份，我哋只好收起自己嘅愛好同夢想，用自由換成咗孩子嘅成長。等到佢哋慢慢長大，我哋亦早已經慢慢變老啦。前半生嘅我哋急急忙忙，追追趕趕，受盡咗好多嘅委屈同難過，看透咗世間嘅炎涼。後半生就要好好咁做返自己，少迎合他人，少討好他人，多取悅自己。被愛係福分，自愛係本分。愛自己係終生浪漫嘅開始，亦係對生活最好嘅敬畏。唔喜歡嘅事可以選擇拒絕，唔喜歡你嘅人可以選擇無視或者遠離。外界嘅聲音只係參考，日子係自己嘅，何必在意別人嘅評價同指點呢？取悅自己係一種能力，忠於本心係一種境界。我哋終其一生嘅追求，唔係就係過上自己喜歡嘅生活，活成自己喜歡嘅樣咩？有一句說話講得好，心的通透不是因為沒有雜念，而是在於明白取捨。世事兩難全，萬事難如意。總有一啲事係做唔成嘅，總有一啲人係留唔住嘅，總有一啲路係行唔通嘅。唔好為難自己，亦唔好強求別人。留唔住嘅就放手，做唔成嘅就睇淡。路唔通嘅時候要轉彎，捱唔過去嘅時候就要放下。弘一法師有講：別貪心，你不可能什麼都擁有；也別灰心，你不可能什麼都沒有。所願所不願，不如甘心情願；所得所不得，不如心安理得。事不強求，人不強留，萬事隨心，萬物隨緣。想要活得自在松容，一定要做到懂取捨、知進退、有分寸、別執着。有啲人有啲事看破，但不必說破，自己心裏邊明白就好，冇必要去揭人嘅短，說人嘅過。走好自己嘅路，守住自己嘅心，過好自己嘅日子，先至係頭等大事。做事情要努力，
但不要拼命。與人交往，合得來就好好相處，真心以待；合不來，留保持距離。學會裝糊塗，生活看清不如看輕，看透不如看淡。